今日咧同子健啦，同埋子健其他嘅朋友仔啦，首先去咗國泰城，跟住咧就嚟到呢度咧，我哋一個飛機維修中心，近距離去睇下啲飛機係點樣維修嘅。跟住當然亦都有飛機維修公司嘅同事啦，嚟同我哋分享啦，點樣去維修一架飛機啊，或者一啲歷史啊，都全部咧都舉世無遺咁樣咧講到俾我哋啲朋友仔知道嘅。波音7478係啦，就係一架貨機嚟嘅，梗係開心啦！我第一次見到咁大嘅飛機啊，望到咁大嘅飛機都真係佩服佢哋嘅毅力，點樣可以維修到咁大架龐然巨物。子健已經唔再係一個淨係可能要人哋去幫助帶佢哋去唔同地方嘅一個人，反而咧佢係一個調翻轉頭咧，可以影響到身邊人啦，影響到同路人啦，影響到整個社會嘅一個細路仔。咁我哋喺極地同行咧，就係用呢個宗旨，希望咧除咗子健之外，有其他嘅喺生活喺極地嘅中人咧，都可以走出嚟，都可以好似子健咁樣排除萬難，去迎難而上，去到做佢哋心目中或者佢哋人生嘅一啲目標可以達成，然後更加可以影響個社會嘅。做咗安全第一，要保障飛機嘅安全咧，係真係要好細心地留意每一步咯。今日學咗一啲了解一個引擎嘅運作啊，同埋了解係一啲部件嘅位置擺咗喺邊度咯。第一次咁近距離接觸一架龐然巨物嘅飛機，哇！真係嗰個視覺震撼真係好大咯。擊拳呢個動作咧係我哋幾年前咁喺一啲活動嗰度，跟住之後自己諗到一個型啲嘅手勢，跟住之後去到好多唔同重要嘅地方咧，都會用到呢一個嘅動作咯。今日子健咧，其實真係100分啊！因為咧，成個活動咧都係由佢自己一手一腳去準備啦，去鋪排啦。咁而且咧，佢喺對於飛機嘅認識咧，佢自己都做足功課嚟到咧，亦都問咗好多問題，令到好多同路人啦，同佢一齊嚟嘅參加者咧，都學到好多嘢。梗係要多謝我媽咪啦，同埋多謝出席嘅每一位，同埋最緊要就係多謝國泰航空公司佢哋安排嘅呢一系列嘅活動，多謝你哋。